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来安。平安，婚前平安。嘿啊，咱讲几啊摆牛吼，今仔还有牛呢吼。咱这个牛，老师真牛讲正袂了，讲袂了的牛哦。嘿，观众朋友敢个知影有啥物牛的？这个俗言吼，会当写落来，有奖征答，会当写偌济吼，有礼物哦，写上济迄个吼。所以吼，咱今仔这是真诶啊假哈？后壁这草莓啊对无？迄草莓迄是真诶哦，真诶草莓。这真诶草莓啊！哦，咱诶淑华姊妹来啊！你好，你好，平安。吼，这真诶吗？我哪会感觉看起来假假安尼？真迄个正是伤水啊，我变假吼，嘿啊，我迄是真诶啊。咱想伊是用迄个做诶，用草啊做诶吼。老师伊敢有遇过，应该有吼，遇过迄个做到碰风诶人，就是碰大概拢风就是分家规。分家规，就是拢讲吼，家己啥物货拢会往下，但是即阵你要请伊斗相共诶时，伊就选啊，伊就拢袂做袂出来安尼。有讲大声话，普通拢袂晓做啊。真诶吼，嘿啊对，所以咱今仔要咱来要讲一只沙母蹦到水牛大，沙母，咱知影较早咱头毛吼，我会去迄个小学诶学生，迄头毛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沙母诶，拢生沙母诶。对，我会记，所以个头迄什物药啊，对无吼？学校拢有分药啊，若无就用迄个巾仔甲因包咧，用迄个杀虫药啊甲伊透。因为杀母迄阵足济哦，咱普通讲灭杀，其实灭杀杀母拢是共款诶啦。毋过甲走是无共哦吼。咱来讲杀母，一只杀母，迄个细只甲像狗遐，因为伊秘伫因头毛内底吼。就是互你看无啥有遐尼细只，蹦到水牛大。我想起来啊，细汉诶时，然后白白一粒一粒安尼。一粒一粒，拢甲你摸踮迄个头毛内面。翻那足紧。若讲迄狗仔吼，迄狗仔，迄蠓吼，迄狗仔若做伙吼，拢会互相来掠杀母。对，嘿啊，对，像我差不多。动物啊，拢顶悬拢爱，讲一只沙母，遐尼细只诶物件，蹦到水牛大，即款讲话就出大声。圣经内底有哪有一款人，拢是无好诶人啦吼。有吼，观众朋友讲有得过，我嘛是有呢。迄种咱像迄同学吼，就迄个就是足济呢。所以吼，蹦是一个声吗？蹦甲水牛大。蹦到水牛大，你想甲蹦啊吼，想甲蹦。你若伫中就蹦到上大，你蹦甲上大粒啊。因遐人吼，民数圣经内底吼，13章民数23:32节，因遐诶人论所偷看诶地，对失诶人报歹消息，讲阮所经过偷看诶地是吞食遐诶徛起诶百姓诶地，阮伫遐所看见诶百姓拢真大汉。来，佮煞来再讲，阮伫遐看见阿拉族诶人，就是大汉人啊，因是大汉人诶血，照阮看，家己亲像草莓，照因看，阮也是安尼。意思是讲，阮甲伊比，阮若像草莓安尼大只尔。人甲草莓比安尼上大，迄人上大身啊啦吼。照因看也是安尼。这是蹦了上大啦，实在无影。一身啊、两身啊、三身大，就已经不得了，就讲非常大。这个是草莓甲人比差伤济啊！就是讲12个吼，咱是迄阵迄个啥物摩西派12个人去。对，摩西就是因为吼，伊对埃及出来，行到伫要进入迦南的时阵，伊就。上帝就吩咐伊讲，你派12族，就是讲每一族的代表，就是族长啦。
每一组的组长吼，叫因先入去看迄个地，我要赏赐互恁迄个足水的地，然后恁家己的地去看卖。啊，摩西吩咐因讲，恁去看因遐个人是生做怎样，是足济呢，还是足少？啊，看因的城是一个营盘尔，还是一个坚固的城？啊，佮看因遐个出产，遐啊，恁即个爬上因的山。伊个吩咐讲，恁爱爬去山顶看，啊，看全部土地拢看好，看因遐是，因遐有力啊，无力是足强啊，足弱，因个百姓。然后可以看到迄个批稻爱两个人耕的迄种，对无？对，啊，伊吩咐讲，恁若要转来时爱勇敢，爱带一寡物件转来，带一寡水果转来，啊，因就真正。拄好咧出产葡萄啦，啊葡萄就甲伊挽一拍啦，啊一拍葡萄爱两个人耕，出大拍，因为迄个土地真肥啦，啊真好，啊就耕转来，啊12个人就倒转来到摩西遐啊就开始甲百姓讲，因遐个物产啊足丰富啊足好，啊但是呢，有一寡人，有。其中12个内底有10个人啦，10个人讲，哇，因遐个人有够大汉啊，大汉甲我哪像甲伊比，我哪像草莓咧，啊是要甲人安怎比？啊伊看咱嘛是安尼，伊看咱嘛是遐细只，像草莓遐细只，咱因咧足强诶啊，土地足好无毋对啦，但是咱无可能赢伊啦，因咧城足坚固，为什么讲城坚固？像因迄希伯伦城迄个城来讲，伊的历史比埃及早7档。伊建立迄个城时比埃及的因伫埃及所住的迄个间城更加早7档，可见遐城是作用，永远无可能啦。啊，百姓听到即个话，就大家拢咧哭，拢就伫遐咧埋怨，伫遐咧怨叹讲，阮不如死在埃及啊，佮带阮出来旷野死。跟咱两个人讲无相款，就是一个叫加力，一个叫做约书亚。因两个人讲，哇，迄个所在真好啦，土地真肥啊，城坚固足好，上帝要祝福。伊讲上帝若要互咱，就的确会带咱入去。咱毋免惊，咱较紧来得到迄个地。伊讲两个讲较紧来得到迄个地，结果迄两个人甩风，互人用石头抌，因为10个人讲无可能啦。10个人拢是较济啊，因干那两个，佮用石头抌，上帝就无欢喜啊。上帝讲好，讲我怎样把红海分开，互恁行大地过来，我逐日。日时啊，就用云条带恁行路；暗时用火条带恁行路。恁还阁安尼硬信毋信？足失望。伊讲，恁讲伊就讲，恁既然讲要死踮旷野，好照恁的话，互恁拢总死踮旷野。结果什么人会当入去？20岁以上伫遐种菜的，干那约书亚甲迄个加力两个人会当入去尔点，剩的人拢死伫旷野。60万全部拢无法度入去。已经行到遐，得要到啊！结果得要到结果我讲好，安尼一日啊拄1年，因入去探内底是40日嘛入去偷看迄个土地40日，讲一日拄1年，所以你旷野漂流40年后，甲入去40年后，遐20岁以上伫遐种菜遐个人。全部拢死伫旷野，干那约书亚甲加力啦，两个人入去尔。咱知影看见即个问题，连什么人也无入去，连摩西都无当入去。摩西伊嘛袂当入去。干那会当伫外口看到尔。所以无信心的结果就是安尼啊。所以咱上帝既然应允讲伊要赐互你。你相信你军队的路，你就平安伫你的面前。你毋听安尼听，佮惊吓，毋通心内惊，你得爱有信心的迄个意思啦。所以你敢若看到
一点仔，伊就感觉讲无法度对吧？讲吼，因若蹦上大，讲草莓甲人比吼，咱看新约圣经吼，伫雅各书的3章14节吼，恁心内若有恶毒的怨妒甲三者，就毋通夸口，毋通夸口吼，毋通讲白贼来违背真理。普通咱若怨恨一个人，就甲迄个人讲甲足歹足歹。你若爱一个人，就甲讲甲足好诶。要来，你要形容讲恁兜一只鸡仔足大只，就愈蹦愈大只，就蹦甲像水牛遐大只，有无人讲话拢会安尼伤悍。分鸡龟，分鸡龟啊！我嘛定定安尼咧，因为我去教三岁囡仔，所以定定甲因分鸡龟。骗囡仔人咧。分鸡龟可能即摆人吼无啥了解为什么有即句话啊？对阮来讲是足平常诶，因为较早阮也刣鸡，较早诶若要食鸡吧，拢家己刣啊。因为鸡仔拢家己饲诶啊，家己饲诶，你要食鸡吧，当然是家己刣。家己刣落去诶时吼，鸡内底有2个胃，一个是叫做鸡腱。迄个鸡腱，迄个那是伊个胃，迄个胃吼会当内底有石仔会当磨神秘，就讲你食入的物件会当甲无用。毋过伊头前有一个龟伫颔棍仔所在吼，伊一个龟吼是安尼松松啦，平时拢囥物件慢慢甲伫鸡腱来消化。你刣鸡时，这鸡龟会当起起来，起起来后壁剥了以后，你得当分。用喙甲分，就像分泡甲分即卖咱讲分小气球安尼吼，就甲伊分大粒，所以迄是囡仔诶佚佗物仔。阮有哪捌算过吼，阮大人若刣鸡就甲迄个鸡龟互阮，阮就摕咧分，囡仔就足欢喜诶，讲分足大。毋过你分鸡龟毋通分上大粒，会破去。一直甲分会破去，所以咱即摆讲分鸡龟来讲，毋好啦，毋好分遐大。你讲白菜话就是讲喊过，你讲话伤夸口个。伊要互别人感觉我足敖诶啊，爱相信我讲诶。分鸡龟讲我足敖，我会飞天，会遁地吼，会点水，逐项拢会。我会通讲10几种语言，其实每一种甲咱讲一句尔。所以就是讲，即个什么夸口吼，内面伊讲心内面有即个夸口毋通吼，毋通夸口，就讲恁心内若恶毒甲怨妒三者，就讲恁心内若有一寡问题，你毋通放大，毋通放大遐个物件，恁就毋通夸口，夸口讲了伤。最近听讲迄个，因为要选举，所以吼，足侪人拢是安尼对无吼？爱先分鸡龟，互别人相信。拢一直甲人讲人诶歹，讲别人诶歹话，安尼较紧，安尼选互我安尼啦吼。有观众朋友开始讨论即个杀某诶代志哦，你想爱有啦，画剃光头啊吼，画爱抹什么？对，剃光头是一个上方便方法，但是查某囡仔剃光头都无好看。查甫囡仔，所以较早诶囡仔，阮较早细汉拢总剃光头阮诶头毛拢无得留诶。爱美华较厚，伊讲毋免剃，点仔一粒洗掉就好啊，这无简单啊，因为迄我会记迄做歹掠诶，吼，就是。伊拢夹掉咧，你洗袂起。夹掉，对，爱用夹，无就是用迄针夹起。若无就用虫药啊，用迄个杀虫药甲伊。即阮逐个对分鸡龟较有兴趣诶，看伊讲，没笑讲细汉诶时会晓讲分啥物？分吹牛啊，就是分鸡龟啦。分鸡龟分到啥物？5分。5分大过牛车链。嘿，我毋捌听过哦。5分大过牛车链，这是啥物意思？5分就是讲细个物件，5分是讲5公遐尔大，分到咱像牛车链遐大，公到遐尔大。好，这我上敖诶，阮翁知影，伊讲足够笨诶。
对，所以吼，其实这是一个无好诶习惯，甲伊改起来吼，对无吼？嘛是因为其实吼，因为即个即个10个人哦，因分家开，结果害全部60几个万人拢袂当入去。因为伊讲话互人惊啊，伊讲遐个人哦，阮甲伊比，咱像草莓啊，甲人咧比，因看阮嘛是安尼，甲阮当做草莓，伊讲互人。大家拢会惊，所有人讲安尼，阮不如4点来急啊，莫去带阮来4点空隙要创啥？上帝足受气诶，讲我要互人诶所在，我敢无能力通带你入？讲你要死空隙好，安尼就照你诶话互你食。所以吼，你要死空隙就互你死。真正诶，咱讲话真正是足重要诶吼，一只三宝。毋通放甲水牛遐尼大，真正是毋通胡白讲。所以今仔日主持人拢爱反省啊吼，好，真欢喜吼，多谢老师甲阮提醒吼。多谢各位欢喜，今仔是台湾诶生日对无？到放假吼。阮嘛拄好放假。10月10日。对，嘛希望讲，伫台湾咧，选举诶吼，大家会当冷静落来，来讲一寡老实话就好。有帮衬诶话吼，咱嘛是会当来互相来提醒，互相鼓励吼，甲家己按赞一下吼，因为今仔日来诶人拢毋是分家几个人对无吼，拢是就是做想要讲好话诶人吼，所以后礼拜1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佮做伙来讲台语吼。这个节目是泰国科目基金会含台湾台南信教会林老师做伙来主持吼欢迎有种朋友，你会当写你有啥物想要知影，你嘛会当写落来哦多谢大家来支持，好，多谢，欢喜，多谢老师。